大家好，今集帶大家去銀線灣泳灘。睇片之前記得分享、讚好同埋訂閱啊！前往方法，咁我就選擇係鑽石山站乘搭91號巴士，喺銀線灣廣場落車。落車之後往車尾方向行，右邊方向往下行。沿途會見到咧銀線灣廣場裏面咧有超市可以補給啦。見到左手邊一條樓梯，沿住樓梯向下行就會去到沙灘。銀線灣位於西貢區清水灣半島嘅東北面，為區內較窄嘅海灣同埋社區。銀線灣泳灘係喺銀線灣高尚住宅下方唯一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嘅泳灘，並已經裝設防沙網。而附近有2個獨立沙灘，碧沙灣同埋小鐘林。咁泳灘附近設咗唔少豪宅，坐落於清水灣道分支嘅銀線灣道。銀線灣泳灘係一個有齊標準配備小食亭、燒烤區、燒烤爐20個、更衣室、淋浴設備、洗手間、浮台同埋遊樂場嘅官方泳灘，而且水質不俗。而西貢區喺1980年代開始為旅遊業人士同埋遊客青睞以嚟，便有旅客希望入住銀線灣嘅小酒店，因為佢嘅泳灘嘅水質就係一向良好㗎。而且交通及鄰近購物設備較其餘西貢區嘅泳灘就係稍為便利。90年代，西貢銀線灣同埋相思灣等多個泳灘發生6宗鯊魚咬死人慘劇，最轟動嘅發生喺1995年6月，3名泳客喺13日內先後被鯊魚咬死。據悉，20年前香港泳灘未裝設防範鯊魚，故早年出現鯊魚咬死泳客事件。有關當局喺94年開始，逐步喺當時全港32個泳灘裝設防鯊網。今集就介紹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再啦，拜拜。